李菁粵語片四大小生嘅傳奇人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網上廣播系列影視伶人嘅故事。今次我哋要講嘅，佢同吳楚帆、張活游同張英齊名，被譽為粵語片嘅四大小生，喺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留低咗好多經典作品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李菁嘅人生故事、藝術成就、著名演出，仲有佢生活中一啲有趣嘅小故事同嗜好。因為李菁嘅資歷真係好豐富，2500字未必夠講晒，所以呢篇係第一部分，專注佢嘅早期人生同事業起步。之後我會再出續篇，深入講佢嘅巔峰時期同其他趣事。準備好未？一齊跳入李菁嘅傳奇世界啦！個人資料：從吉隆坡到上海，再到香港。李菁原名李漢清，1912年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出世，係廣東東莞人。佢喺一個普通家庭長大，細個就展現咗對表演嘅天分同熱愛。佢喺上海英華中學讀書嗰陣，已經對文藝活動好有興趣，正式踏入演藝圈。呢個養成所好似一個明星訓練營，專門為電影公司培養新血。而李菁喺嗰陣就係一粒閃亮嘅新星。1935年，佢參演咗人生第一部電影《翡翠馬》，雖然只係一個小角色，但佢嘅表現已經俾人眼前一亮。跟住1936年，佢喺《生死同心》飾演重要角色，呢部片令佢一炮而紅，成為上海影壇嘅新星。1937年，佢轉去聯華影業公司，主演咗《聯華交響曲》中嘅月下小景。呢部片展示咗佢細膩嘅演技同俊朗嘅外形，進一步奠定佢嘅地位。不過嗰陣正值抗日戰爭爆發，上海嘅電影業大受影響。李菁喺1938年南下香港，開始佢喺粵語片壇嘅新篇章。佢喺香港嘅第一部主演電影係《劉雯小姐》，1938，正式同粵語片結緣。之後幾年，佢喺1938到1941年間拍咗7部電影，包括粵語片《血戰寶山城》1938同國語片《前程萬里》1941。可惜香港喺1941年淪陷，李菁嘅電影事業一度停頓。佢轉而加入中國話劇團，喺舞台劇繼續磨練演技。藝術生平：從上海新星到粵語片天王，李菁嘅演藝人生可以話係一部充滿轉折同挑戰嘅傳記片。佢由上海嘅電影圈出道，喺短短幾年間已經成為備受矚目嘅新星。佢嘅外形斯文俊朗，演技自然真摯，特別擅長飾演文藝青年、癡情男子同正義嘅英雄角色，深得觀眾喜愛。喺上海時期，佢同當時一線導演同演員合作，學到好多專業知識同表演技巧，為之後喺香港嘅發展打下堅實基礎。來到香港之後，李菁迅速適應咗粵語片嘅製作環境。嗰陣嘅粵語片多數以市井生活、愛情故事同道德教化為題材，節奏比較慢，但好貼近普羅大眾嘅生活。李菁憑借佢嘅演技同魅力，同吳楚帆、張活游、張英並稱四大小生。呢個稱號唔係浪得虛名，佢哋4個真係撐起咗粵語片嘅半邊天。每年出產嘅電影數以百計，幾乎日日有新片上映。喺1950年代，李菁加入咗中聯影業公司。呢間公司由吳楚帆、張英等21位電影人創立，宗旨係提高粵語片嘅質素，擺脫粗製濫造嘅標籤。李菁喺中聯拍咗好多經典作品，佢嘅角色多數係正直善良、身陷困境但最終逆轉嘅人物，完美符合當時粵語片嘅主流價值觀。佢嘅演出風格細膩而有層次，無論係愛情片、倫理片定係喜劇片，都能演得出神入化，俾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著名演出作品同影片內容，講到李菁嘅代表作，真係數都數唔晒。今次我哋先挑幾部經典同大家分享。
之後逐篇會再講多啲。一、生死同心1936，呢部係李菁喺上海拍嘅成名作，故事講述一對戀人喺亂世中嘅愛情同犧牲。李菁飾演一個痴情嘅青年，佢同女主角之間嘅感情糾葛，充滿悲劇色彩，但又不失溫暖。佢喺片中嘅表演真摯動人，特別係一場喺雨中告別嘅戲，眼神同動作都充滿張力，俾觀眾睇到喊晒。呢部片唔單止令李菁一舉成名，仲展示咗佢喺文藝片中嘅功力。二、血戰寶山城1938，呢部係李菁喺香港拍嘅早期粵語片，係一部抗戰題材嘅電影。故事講述一個小城鎮喺戰亂中嘅抗爭同犧牲。李菁飾演一個帶領鄉民抵抗敵軍嘅青年領袖，佢喺片中展現出英勇同智慧嘅一面，同時仲有幾場感情戲，俾觀眾見到佢多變嘅演技。呢部片喺當時好受歡迎，因為佢反映咗抗戰時期嘅民族精神，激勵咗好多觀眾。三、孤島天堂1939，呢部片由大導演蔡楚生執導，李菁同黎李莉主演，係香港早期嘅經典國語片。李菁飾演一個充滿理想嘅青年，佢同黎李莉之間嘅愛情線同埋對未來嘅憧憬，令呢部片充滿希望同人性光輝。片中有一場李菁獨自喺碼頭凝望遠方嘅戲，佢用眼神同微妙嘅表情，將角色嘅內心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俾人睇到雞皮疙瘩。四、珠江淚1940年代末，呢部係李菁喺戰後重返香港後嘅代表作之一。故事圍繞珠江三角洲嘅人生百態，講述一個家庭喺戰後重建生活嘅艱辛同溫情。李菁飾演一個為家庭默默付出的長子，佢嘅表演充滿層次感，將角色嘅堅忍同內心嘅掙扎演繹得入木三分。呢部片喺當時好受低下階層觀眾歡迎，因為佢真實反映咗戰後香港人嘅生活困境、生活日事同趣事。李菁唔單止喺銀幕上風光，生活中都係一個好有魅力嘅人。據講，佢為人好謙厚，喺片場同同事相處融洽，經常同其他演員分享表演心得。有一個趣聞話，喺拍《血戰寶山城》嗰陣，佢有場要喺馬路上跑嘅戲，因為導演要求真實感，佢真係喺香港街頭跑咗成個鐘，結果引來好多途人圍觀，以為真有咩大事發生。後來佢仲同導演笑講：我跑得咁辛苦，點都要俾我家常飯局補償下。李菁好鍾意文藝活動，閒時會睇書同寫詩。據講，佢仲試過喺片場同其他演員討論文學，俾人笑稱係最有書卷氣嘅小生。佢同四大小生中嘅其他三位好 friend， 特別係同吳楚帆，兩人經常一齊飲茶傾偈，分享對電影嘅睇法。有一次，吳楚帆話李菁演技太細膩，笑佢連喊戲都喊得太靚仔。李菁就回敬話：你嘅豪邁演法，我學唔嚟啊！呢啲小故事，見到佢哋之間嘅友情同互相欣賞。近況同總結：李菁喺2000年7月14號離世，享年88歲。佢晚年淡出影壇，過住低調嘅生活，但佢喺粵語片壇嘅貢獻，至今仍然被人懷念。佢嘅作品好多都成為咗香港電影史嘅經典，特別係喺1950、60年代，佢同其他巨星一齊將粵語片推上高峰。今次講到呢度，2500字差唔多到頂。李菁嘅故事真係好豐富，仲有好多經典作品同趣事未講到，例如佢喺中聯影業嘅巔峰時期，佢同其他女星嘅合作故事，仲有更多生活小趣味，例如雷雨、搶新娘等，仲會講多啲佢同圈中好友嘅相處趣事。如果大家想知更多，記得留言話我知，或者喺評論區分享你哋對李菁嘅回憶。多謝大家收聽，如果鍾意呢個系列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
俾我哋一齊發掘更多影視名人嘅傳奇故事。下次見啦！字數統計約2500字備。由於李清嘅資歷同作品實在太多，呢篇主要集中喺佢嘅早期人生同事業起步。下一篇文章會深入講述佢喺1950年代嘅巔峰時期，更多代表作同生活軼事。如果有特定內容想我加進續篇，歡迎留言。資料來源：https